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，我是Lisa。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。Lisa，你敢有感觉最近诈骗真多？有啊，我阁有拄过咧。哈，安尼你敢有去互人骗去？当然嘛无，我才巧着。是啦，你足巧的，袂互骗去。毋过有真侪人拢互骗。尤其是老人，对啊，真可恶！遐士大人因一世人辛苦所欠落来的钱，安尼一摆就互人骗去，真正足可怜的。对啊，遐个人早晚会有报应的。讲到这，我就想到咱厝边阿明，伊前一阵仔一直偷蛋笨蛇伫咱遮附近的空地，叫是无敢是去无人会发现，结果煞毋知影去互 Tesla 翕着。我甲即马所有的厝边头尾拢知影即件代志，而且环保局阁要甲伊罚钱，真正是足见笑的。哈哈，应该啦，这就是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啊。是啊，讲了真赞。违背天理的人，可能一时会得到好处，毋过将来一定会有报应的啦。对啊，天公伯啊，毋是青梅，一定会甲遐个歹人处罚。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人若无照天理，就是无照规矩来做代志。安尼天公伯啊，嘛袂照伊原本应该有的循环去行。咱讲的价子就是60年。这60年，天会照这天干地支一轮一轮来循环，亲像春夏秋冬24节气，拢有固定的节奏。若是咱人破坏环境，乌白蛋粪扫、乌沙石、臭树啊，安尼这种自然的节奏，就会互人拍乱去。亲像天气变怪，愈来愈热，雨落唔着时，农作物收成歹，菜价愈来愈悬。这拢是天无照价子的现象。其实这俗语毋那是咧讲天气尔，嘛是咧甲咱讲，咱做人爱有良心，爱照规矩来，毋通因为一时的方便，也是贪心，就去害人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做歹代志的人，可能一时会得到利益，毋过时间若久，拢会有报应的。有的会互人看破骹手，失去别人的信任。有的会互罚钱、掠去关，有的会发生意外，甚至是失去性命，这拢是上天的处罚。所以这句俗语就是咧甲咱提醒：天地有伊的法则，社会嘛有伊应该遵守的规矩。咱人若照天理去行，照良心去做，天公伯啊，自然会甲咱保庇。若是为着贪一时的利益、一时的方便去作乱，安尼最后受害的拢会是家己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，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：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，是咧讲咱爱保护环境，毋通受自私，敢若受到方便，无顾后果，才袂灾厄不断。今仔日这句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，介绍互大家知。希望大家做代志拢会当照规矩来，毋通做歹代志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，有乜出赞甲分享出去，要不电话观众朋友，支持电话的讯动，安尼可能是有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冇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支持赞的哦。好，安后一个节目再会。